在娛樂圈這個光怪陸離的名利場中，流量更迭如同潮汐，有人一夜墜落，也有人長久屹立。當玄學二字如肖戰的名字拼字時，人們往往報以玩味的微笑，或是嗤之以鼻的冷哼。畢竟在數據至上的時代，將成功歸列於命理星象，似乎是對其個人努力的某種消解。然而，當三陽開泰這個古老卦象在今年以一種近乎具象化的方式，接連在肖戰的事業軌跡上敲響回音時，即便是最頑固的唯物主義者，也不得不在這驚人的巧合面前稍作駐足。這並非一場封建迷信的狂歡，而更像是一場關於人與世的微妙共振，是從商業版圖到精神氣場的一次奇異影射。當我們試圖去拆解這股被戲稱為洋燭性強盜工作人運跪着喊服的神秘力量時，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運氣的偶然垂青，更是長期主義者在關鍵時刻被命運推了一把的必然弧光。開年之時，或苦連最狂熱的粉絲都未曾預料到，那枚在社交媒體上悄然流傳的三陽開泰祈福貼，竟會在接下來的數月裡，如投石入水般激起層層漣漪，以無可辯駁的現實張力，為這個古老的成語寫下了一份足於現代娛樂圈的生動注腳。時間若回溯至年初，彼時的外界輿論場對於肖戰而言，依舊處於一種微妙的審視之中。高處不勝寒，作為斷層頂流，他的一舉一動都被置於放大鏡下。任何一個細微的波動都可能被解讀為某種頹勢的先兆。就是在這樣一片看似靜水實則有暗流衝動的背景下，三陽開泰作為粉絲群體內部一種美好的精神寄託被頻繁提及。在周易的卦象體系中，三陽開泰寓意冬去春嚟，陰消陽長，是吉亨之象。而陽在古代與陽通假，同時又因其性情溫順、各不傷人的特性，被視為人愛如吉祥的化身。當這個意象被投射到肖戰身上時，竟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他並非刻意去營造這種人設，但若仔細審視，他身上確實存在着某種如陽的特質暗合的柔韌與倔強。這種柔韌讓他能在過往數年的驚濤駭浪中保持身形的不直而不致折斷，這種倔強又讓他能在看似退無可退的境地中，憑借着一股但行好事、莫問前程的堪直，硬生生在岩壁上作出攀援的支點。開年的第一個標誌性事件，便是他官宣了某全球頂級奢侈品牌的最高態度代言。在時尚圈，品牌代言人的官宣時機往往暗藏玄機，講究天時地利人和。該品牌素來以高傲與挑剔著稱，此前數年的接觸與考察猶如一場漫長的馬拉松。然而最終的落定簽約，卻恰巧落在了開年之初那個被無數人念叨着三陽開泰的節點上。商務團隊的承運在事後的一次非公開聚會中透露，簽約過程順利得令人難以置信，仿佛所有環節都被一隻無形的手提前梳理順暢。法務條款的來回修改，創意短片的拍攝調度，全球高層的視頻會議確認，這些本該耗時數月的複雜流程，在那段時間以一種絲滑到近乎夢幻的速度推進。彼時工作室內部就有剛入職不久的實習生小聲的咕說，這感覺不像是在談一個芝麻級的商業合作，倒像是劇本早已寫好，大家只是在按圖索驥地走過場。這種信並非指事情的難度降低，而是指在推進過程中，所有外部的干擾因素都奇蹟般地退讓了。原本可能出現的競品排他糾紛、檔期衝突，甚至是輿論追擊，在那個時間窗口內都像是被按下了靜音鍵。這種局面的出現，讓負責商務談判的資深總監都忍不住在內部會議上感慨：做了10幾年藝人經紀，從未見過如此邪門的順風順水。仿佛宇宙都在為你讓路。然而，這只是陽屬性顯現威力的開胃前菜。真正的重頭戲在於隨後官宣的那部史詩級年代正劇。在影視寒冬的大環境下，能夠接觸到 S 加級別的現實主義題材劇本，對於任何一位青年演員嚟說都是一塊兵家必爭的肥肉。該項目從立項之初就備受業內矚目，導演是拿過國際大獎的電影家回歸小熒幕之作，編劇團隊歷經數年打磨劇本，合作的演員名單上皆是德高望重的老揮骨。
原本網絡上流傳的以邀名單裡，肖戰的名字雖然呼聲級高，但業內普遍認為這種頂級資源必然要經過激烈的角力，甚至有對家粉絲已經在論壇上開帖分析，列出了這個秉絕不愧是他的1、2、3、4條鐵證，分析得頭頭是道，邏輯嚴密。然而，事情的發展再次出乎所有人的預料。據劇組選角導演後來在一次酒後的模擬間談中透露，肖戰方的試鏡帶交上來時，並沒有抱太大希望，畢竟這樣厚重的歷史題材對演運的底蘊要求極高。但令人震驚的是，肖戰在試鏡片段中所呈現出的狀態，無論是台詞的韻律感，詮釋眼神中那種歷經滄桑後的清澈，都與劇本中那個在時代洪流中掙扎求存卻又堅守本心的角色有着驚人的契合度。導演在看完試鏡帶後沉默了很久，只說了4個字，就是他了。更令人感到玄妙的是，原定飾演男2號的某位一線演員，在臨近簽約時因突發的稅務問題被迫退出項目，這一度讓劇組陷入被動。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肖戰所飾演角色的揮份比重進行了合理的調整與擴充，使得整部劇的核心敘事更加聚焦於他所扮演的人物胡光。這種因為客觀意外而導致的角色分量加重，在業內通常被視為檢漏或是運氣好，但當你將其放置在三陽開泰的預警中去審視，便會覺得這是一種非常精準的羊入虎口。此處的虎口並非險境，而是那個能讓他大放異彩的絕佳舞台。羊的屬性在這裡體現為一種溫潤的侵略性，他不需要去撐去闖，只是安靜地站在那裡。觸於他的東西便會因各種外力的推動而自動流向他。這種體驗對於劇組的工作人員而言是極其震撼的。一位跟組多年的長記在社交媒體小號上曾隱晦地記錄過，只要是有肖戰的通告日，拍攝現場的氛圍就會異常和諧。原本容易因為曝光、走位或是情緒不到位而 NG 多次的重場戲，在肖戰這裡往往一條過或是兩條過。有一次拍攝一場暴雨中的訣別戲，天氣預報原本顯示當天是多雲，但開拍前半小時突然陰雲密合，下起了恰到好處的瓢潑大雨。那雨水仿佛天然為這場悲情戲鋪設了底色，不僅省去了人工降雨的繁瑣步驟，更讓畫面呈現出一種自然造化的極致美感。導演在監視器後面興奮得直拍大腿，對着對講機喊：別停，繼續，這雨就是給渣門下的。那一刻，現場近100號工作人員心中都衝起一種莫名的情緒。如果說一次巧合是運氣，2次巧合是偶然，那麼這種接二連三，從天氣到人事都呈現出高度協調的順序，就不得不讓人聯想到那個被反覆提及的羊字。甚至有人開玩笑說，肖戰捉羊是不是捉錯了年份？他這分明是捉長歲的。隨着劇集拍攝進入中期，關於羊屬性的更多玄學事例開始在粉絲圈層乃至行業內不脛而走。最典型的一個例證發生在一次重要的外景地轉場過程中。當時劇組需要從北方的影視城大埔聚轉場至西南某省的深山實景地，路途遙遠且道路崎嶇。按照原定計劃，大埔聚需分3批乘坐大巴和器材車前往。然而就在出發前夜，肖戰所乘坐的第一梯序車輛卻被臨時通知更換了司機，原因是原定司機突發腸胃而無法上崗。新換嚟的司機是一位在這條山路上跑了20年的老把式，對沿途的每一處彎道和塌方印劃點了如指掌。事實證明，這一更換堪稱神來之筆。就在第一梯序順利通過某段盤山公路後的不到2小時，後方傳來消息，由於連日暴雨，那段路發生了嚴重的山體滑坡，道路被阻斷，後續梯序的車輛全部被堵在了半路，被迫就地休整了2天。而肖戰所在的第一梯序因為提前通過，不僅沒有耽誤拍攝進度，反而利用這2天的時間差，搶先在山裡完成了幾組絕美的日出空鏡和重頭揮份。當後續梯序的人運風塵僕僕，一臉疲憊地趕到匯合點時，肖戰已經精神飽滿地完成了最難啃的幾場打戲。執行製片人在得知此事後，私下裡對着工作人員直搖頭，嘴裡念叨着：這已經不是運氣好了，
這是老天爺在給他餵飯吃。這種說法雖然誇張，但確實精準地傳達了當時在場所有人的震撼。更令人嘖嘖稱奇的是，在拍攝那幾場打戲時，原本需要動用大量武行和威亞來完成的複雜調度，竟因肖戰本人極高的悟性和身體協調性而變得異常順利。武術指導設計的幾個高難度動作，原本預計需要拍攝至少20跳才能達到理想效果，但肖戰在聽了講解後，只是默默地在旁邊空地比劃了3、4片，正式開拍時竟一氣呵成，動作之流暢，眼神之凌厲，連在一旁休息的資深替身演員都看得目瞪口呆，忍不住爆了句粗口：我幹了10年替身，這種天賦我是真沒見過，他是不是偷偷在我們武行臥底過？全場哄堂大笑，但笑過之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嘆服。這種在工作層面上的服，並非僅因為他是明星，而是因為他用實打實的專業能力和一點近乎神助的運氣，征服了這些見慣了圈內浮誇做派、內心早已波瀾不驚的幕後工作人員。隨着劇集拍攝晒清，進入後期製作階段，業內看片會上流傳出的口碑更是將這股三陽開泰的玄學風潮推向了頂峰。據多位參與那部看片的影視大 V 透露，該劇的質量遠超預期，肖戰的表演更是脫胎換骨，呈現出一種與角色融為一體的生命感。這種在藝術創作上的順，比商業上的成功更令人艷羨。因為商業代言可以通過團聚談判和藝人熱度去爭取，但演技的認可、藝術的共鳴，是任何資本和流量都無法強行堆砌出來的。它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需要演員在那個特定的時間段內，身心狀態達到一種巔峰的和諧。恰恰在那幾個月裡，肖戰的狀態肉眼可見地從遲而飽滿。探班的記者曾描述過一個細節，在沒有揮訓的時候，肖戰不會躲在房車裡玩手機，而是搬一把摺疊椅坐在監視器後面，安靜地看着其他老演員的表演，眼睛裡有一種孩童般的好奇與吸收欲。他的助理透露，那段時間肖戰睡眠質量出奇地好，幾乎很少失眠，這在以往高壓的工作環境中是難以想象的。這種身心的高度統一，讓他能夠毫無保留地將自己交付給角色。拍攝現場甚至發生過一件頗為靈異的小事。有一次拍攝一場夢境與現實交織的揮訓，導演要求肖戰表現出一種亦真亦幻的迷離感。就在開拍前，片場不知從何處飛來一隻通體雪白的蝴蝶，不偏不倚地落在了肖戰的劇本扉頁上，停留了足有數分鐘之久，直到導演喊開始，他才翩然飛走。這一幕被現場的花絮攝影師完整地記錄了下來。雖然科學解釋這可能只是沙鷗自然環境下的偶發事件，但在當時那種所有人都被陽屬性敘事的氛圍所包裹的環境下，這隻蝴蝶無疑成為了某種好兆頭的實體化象徵。工作人員們私下的聊天記錄裡，開始頻繁出現猿不夠飛、刻不改命，但肖戰改命這類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調侃。他們口中的改命，並非是指肖戰使用了雜魔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而是指他憑借自身的磁場吸引並匯聚了周圍環境中所有積極的能量，從而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的強大氣場。所謂陽性，在此時已經充單準的竹上圖騰，升華為一種人格魅力的代名詞，溫和、堅韌、不爭不闖，卻又複雜深厚。這種形象在爾虞我詐、競爭慘烈的娛樂圈中顯得尤為珍貴和罕見。商業版圖的擴張並未止步於開年的那一場奢華官宣。隨着劇集拍攝的花絮和預告片在網絡上的病毒式傳播，肖戰的商業價值呈現出幾何級數的增長。有意思的是，與他尋求合作的品牌方中，居然有相當一部分的品牌 logo 或品牌理念與陽元素有着或明或暗的關聯。某知名乳製品品牌，其 logo 中便含有羚羊的抽象線條。在選擇代言人時，大數據分析顯示肖戰的壽終畫像與該品牌的目標消費群體高度重合，合作洽談在1週內便火速敲定。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某國際羊毛局的推廣大使頭銜也意外地落在了他的頭上，
理由是他的穿着風格與氣質中那種溫暖、高級、自然的感覺，與羊毛製品的調性有着高度的靈魂契合。當粉絲們將這一系列品牌合作串聯起來，繪製成一張羊系商業版圖時，連路人都忍不住感嘆一句離譜。這種商業上的全面開花，如果僅僅以運氣好來解釋，顯然太過單薄。更深層的原因在於，肖戰及其團隊在經歷了過去數年的風浪後，已經打磨出了一套極其精準且穩健的職業規劃路徑。他們不急於消耗熱度去接洽短平快的快消品代言，而是深耕高車、國民品牌與正能量形象。這種穩紮穩打的策略，恰如羊在覓食時的習性，總是選擇水草最豐美且地勢最安全的區域，不冒進，不貪多，但一旦落腳，便是深深扎根。這種戰略上的穩與運勢上的順相結合，便產生了令人咋舌的爆發力。在一次品牌直播活動中，當主持人問到他對三陽開泰這個說法的看法時，肖戰並沒有回避，而是微笑着給出了一個極為得體的回應。他說：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的寓意，就像過年大家都要說吉祥話一樣。我更願意把它理解為一種心理暗示，當你相信周圍是順境的時候，你的心態會更平和，做事也會更專注，好事自然就來了。這段不卑不亢的發言，既沒有否認玄學的存在，也沒有將自己神化，而是將其歸列為心態對現實的積極作用，展現出了極高的情商與智慧。這種回應不僅讓粉絲感到安心，也讓原本準備看笑話的批評者無從下手，只能狠狠而跪。這也從側面印證了所謂工作人運跪着喊服，跪的絕非是虛無縹緲的運氣，而是他面對運氣時那份不驕不躁、清醒自持的修養。在時尚活動的公壇上，這種陽屬性的玄學甚至延伸到了造型與服飾的微妙暗示上。某次國際電影節的公壇，肖戰身穿一身剪裁精良的白色西裝亮相，胸口別着一枚造型別致、形似羊角的鑽石胸鉗。這枚胸針並非品牌方提供，而是他個人收藏品中的一件，據說是在意大利一家古董店偶然淘得。當時佩戴它只是因為覺得好看，並未多想。然而，正是這枚羊角胸鉗，讓他當晚的公壇造型在全球熱搜上佔據了極高的討論度，外媒的鏡頭紛紛對準了他，閃光燈幾乎將夜晚影成了白晝。更巧合的是，當天與他同場競技的幾位國際巨星，或因服裝拉鏈崩開，或因踩到裙擺險些摔倒，或因妝容被暴雨淋花，都或多或少出了些狀況。唯有肖戰從頭至尾儀態抹方，就連公壇上突如其來的陣風，都只是恰到好處地吹起了他的衣角，讓他看起來像是走在一場精心設計的電影慢鏡頭裡。這種對比產生的戲劇性，讓肖戰玄學的詞條再度引爆社交網絡。大量原本不關注納魚的路人網友被這些密集的巧合吸引，開始考古他過往的採訪和活動。他們驚訝地發現，肖戰的運氣似乎確實一直有一種奇特的避險功能。在諸多綜藝遊戲環節中，他總能憑借歪打正着的算擇避開懲罰。在多次頒獎典禮的座位安排上，他總能被分到最佳觀賞位或好運歐，甚至在他為數不多的幾次賽車或競技類體驗中，他所駕駛的車輛或所在的隊伍，也常常因為對手的意外失誤而獲得意想不到的好名次。這些零散的事蹟被網友們戲稱為戰式好運法則，在短視頻平台上衍生出了大量的二次創作。有人分析他的面相，有人研究他的星座，有人甚至統計了他的行程日期與黃歷異記的匹配度，得出的列論五花八門，但無一例外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此人的運勢仿佛自帶防護罩，能夠巧妙地消解外嚟的惡意與干擾。當然，理性的聲音也始終存在。有心理學博主指出，這是一種典型的幸存者偏差與確認偏。人們因為預設了肖戰運氣好的立場，所以佢選擇性地關注他成功的案例，而忽略他同樣經歷的挫折與平淡。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敘事一旦形成，便會產生一種強大的心理暗示力量，不僅作用於粉絲，
更作用於合作方和路人緣。在商業談判中，一個運氣好的藝人，往往意味着更少的風險、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和更積極的公眾形象，這本身就是一種無形的資產。隨着2026年的日曆翻過一半，肖戰的事業版圖非但沒有顯露疲態，反而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深耕態勢。他涉足話劇舞台，在挑戰高難度獨角戲時，場場爆滿，且每一場都能收穫專業劇評人的高度讚譽。有趣的是，在他話劇首演的那天，劇場外原本預報有雷暴天氣，卻在開場前1小時雲開霧散，霞光滿天，被戲迷們津津樂道為紫氣東來。在那場獨角戲中，他有一段長達20分鐘的無實物表演，需要對着空氣演繹如罔顧親人的對話。那段表演級度考驗演運的信念感與情緒控制力，現場鴉雀無聲，不少觀眾淚灑當場。演出結束後，導演上台與他擁抱，激動得語無倫次，對着觀眾大喊：你們看到了嗎？這就是天賦，這就是老天爺想反吃。而肖戰只是甜甜地笑着，將所有功勞歸於導演的指導和劇組的配合。這種謙遜的姿態，又恰恰是陽性中溫馴與合群特質的完美體現。他不獨佔光芒，而是願意成為作品的一部分。這種集體主義的光環，讓他在行業內贏得了極好的人緣。無論是場務小哥、燈光助理、船事化妝師，提到肖戰時都鮮有負面評價，多是敬業、沒架子、記性好、愛稱客。這種在人際關係上的順遂，所積累的隱形福報，或許才是玄學能夠持續生效的土壤。畢竟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風水輪流轉，和氣方能生財。一個人若總是高高在上，目中無人，即使有再好的開局運勢，也自早愧在陰溝裏翻船。而肖戰恰恰是那種能夠將高處的寒氣轉化為自身清醒劑的人。他享受掌聲，但不沉溺其中；他接受讚美，但不信以為真。這種通透，才是他能夠接住三陽開泰這一宏大祝福的真正載體。然而，將這一切全然歸功於玄學，無疑是對其團聚多年辛勤耕耘的抹殺。在這半年多的觀察中，我們同樣不能忽視那些深夜改方案到天明的商務人運，不能忽視那些在拍攝現場為了一個機位反覆調試的攝影老師，不能忽視那些在網絡上24小時監測輿情、及時處理危機的幕後英雄。肖戰的幸運，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個高效、專業且極具凝聚力的團隊基礎之上的。他們的執行力，將每一個看似偶然的機會都轉化為了必然的成功。比如那個緊急更換司機的細節，若非團隊具有極高的風險預判意識和應急預案能力，即使換了老司機，也可能因為其他不可控因素而陷入困境。再比如那場暴雨中的訣別戲，雖然雨水是天然的，但劇組提前準備的高功率抽水機、給演運和攝影機準備的防水預報，以及熱薑燙的供應，都是確保這場天時能夠完美落地為佳作的硬性條件。所以，與其說是玄學成就了肖戰，不如說是肖戰及其團隊強大的專業素養，讓他們具備了牢牢抓住玄學拋來的每一個橄欖枝的能力。普通人在同樣的運氣面前，或苦愧因為準備不足而眼睜睜看着機會流走，但他們不愧，他們用極致的努力，將運氣的隙值提升到了最大化。這種人定生天的部分，其實比玄學的那部分更值得我們關注和學習。這正是我們需要警惕陷入宿命論陷阱的關鍵所在。如今，站在2026年8月的節點回望，那股年初興起的三陽開泰熱潮，雖然已逐漸沉澱為粉絲圈層內部一種美好的紀念，但它所帶來的行業影響仍在持續發酵。越來越多的藝人團聚開始研究玄學營銷，試圖為自己的藝人嫁接某種吉祥物的意象，但大多都顯得刻意而生硬，缺乏肖戰那種渾然天成的契合感。這恰恰說明了，真正的人設是無法強行製造的，它必須是藝人本身特質與外界某種文化符號的共鳴。肖戰之所以能與楊竹勝產生如此緊密的綁定，
歸根結底是因為他本人的性格底色、行事風格，乃至面對困境時的反應，都確實與洋所代表的文化內涵產生了深度的互文。而這種互文並非一朝一夕之功，是他在過去近10年的職業生涯中，一步步用作品和言行積累下來的信譽資產。在這個充滿喧囂與浮躁的娛樂圈，肖戰現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察樣本。他讓我們看到，當一個人的內在修為足夠紮實，外在的機遇便會以最合理的方式向他聚攏。所謂玄學，或苦只是宇宙對長期主義者的獎勵機制，讓我們將視線從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巧合與奇蹟上移開，回歸到一種更為平實和冷靜的視覺。在沸沸揚揚的三陽開泰討論中，我們不應忘記，肖戰首先是一位演運，其次才是一個被各種符號所包裹的公眾人物。他帶來的那些優秀作品，無論是待播的史詩劇、旋是正在巡演的話劇，抑或是那些已經深入人心的經典角色，才是他立足行業的根本。那些被神化的陽性特質，若剝離其神秘主義的外衣，內裏不過是一個年輕人對職業的敬畏、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他人的善意。這些品質，每個人都可以擁有，並非雜麼遙不可及的超能力。因此，當我們吃瓜時，不妨保持一份清醒與理智。我們可以為那些美好的巧合而會心一笑，將其作為平淡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但切忌將之奉為圭臬，陷入盲目崇拜或命運決定的消極之中。對於肖戰未來的路途，我們更應抱着一種平和的心態去驗證，期待他帶來更多具有生命力的角色和作品，而不是將所有的關注點都聚焦於他是否旋能延續那份不可思議的好運。畢竟，藝術的生命力在於不斷的突破與創造，而非一成不變的卦象解鬥。同時，對於那些因三陽開泰敘事而感到焦慮或不忿的聲音，其實也大可不必。每個人的人生都有各自不同的節奏與機遇，肖戰的順並不妨礙他人的逆風翻盤。世界的多樣性恰恰在於每個人都有足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劇本。我們應當學會欣賞他人的高光時刻，同時專注於經營自己的人生，不在無謂的比較中消耗能量。最後，我想用一段300字的列諭，為這篇圍繞三陽開泰展開的漫談畫上一個理性的句點。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娛樂圈的敘事往往是複雜且多庸的，一個標籤或一個現象的背後，既有無可奈何的商業運作，也有真實可愛的人性閃光。肖戰與三陽開泰之間的這場美離邂逅，更像是互聯網時代下大眾對美好事物的一種集體向往與情感投射。我們願意相信善良、努力、堅韌的人終將被命運溫柔以待。這種信念本身是積極的，它讓我們看到了人性中趨光的一面。然而，作為理性的觀察者，我們亦須剝離神話的外殼，看到其中個體奮鬥與團聚協作的真實價值。所謂玄學成真，往往是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有人無數次推演了失敗的列局，拼盡全力將其扭轉。因此，我在此呼籲所有關注此事的朋友，秉持一顆平常心。不必過度神化偶像，也不必惡意貶低玄學，更不必在社交平台上因觀點不同而針鋒相對。吃瓜的本質是為了娛樂，而非製造對立。讓我們將更多的目光投向作品本身，投向那些能夠帶給我們精神滋養和藝術享受的舞台與銀幕。和平吃瓜，理性討論，尊重每一個人的努力，也尊重每一種文化現象的存在。畢竟，生活不是小說，沒有那麼多主角光環，有的只是在各自軌道上默默發光的普通人。肖戰是，我們亦是。願我們在驗證他人精彩的同時，也能活出屬於自己的三陽開泰。